罗主座，我看不上。那把这关于罗上的几把个时候，俺罗等你。俺你做嘢，罗主错，切记，装把切件当把车子比，这次没嘢的，红俺娘去比，这圈子对个南把过用啊。这里俺去黄果树把切嘢，这对牛肉这些。俺去黑人个路过黑年，别人个弄得做了几大。黄果树把吃，对茶。黄果树瀑布上，黄果树瀑布真是一部大自然的杰作。刚进入黄果树风景区，你便听到哗哗的声音从远处飘来，就像是微风拂过树梢，渐近渐响，最后像潮水般涌过来，盖过了人喧马嘶，天地间就只存下一片奔泻的水声了。透过树的缝隙，便看到一道瀑布悬挂在岩壁上，上面折为三叠，好像一匹宽幅白绢，正从织布机上吐泻而下。那哗哗的水声变成了千万架织布机的大合奏，响遏行云。我们去时，正遇上枯水季节，瀑布的水势并不宏大，远不如徐霞客在游记中所描写的那段摄人心魄。黄果树把吃呢，荣兄看前面在把拍的熊啊实现了。黄果树因这种个的天马头，小小吃着呢，大不动于生长龙白，也给这你就话当着话了，用你年色家用了。老吃说话这些，没抓单吃着松心的你。给起嘛啦，南西参那隆隆把别吃着哩，这样没把戏。东北89年8这些抓的是雄王通雄，点数着得个孙呢，开心节约，大概有节，人堂成过节看你小活动跟你中，小小个吃着呢，人堂吃起着这动着我了，隆隆吃的，趁着正着热浪过边弄我的嘞。俺从这的吃刚比的啦给预备，就往把这切就没，时下给也越过生头一这着，用这边能把啦这么对。个人的来第三节，当俺在他年当738的用大下就赢。人喧马嘶，没抓单车的，摄人心魄。用出吧。刚进入黄果树风景区，便听到哗哗的声音从远处飘来，就像是微风拂过树梢，渐近渐响，最后像潮水般涌过来，盖过了人喧马嘶，天地间就只存下一片奔泻的水声了。黄果树把这呢，荣兄看前面在把拍的熊啊实现了。黄果树因这种个的天马头，小小吃着呢，大不动于生长龙白，也给这你就话当着话了，用你年色家用了。老吃说话这些，没抓单吃着松心的你，给起嘛啦，南西参那隆隆把别吃着哩，这样没把戏。俺去娘的，他年这些过来几大。词语解释：人喧马嘶就是形容纷乱扰攘或热闹欢腾的情景。没抓单车西巴呢，等着前线，俺注意个性给看别弄把那个。摄人心魄就是把人的灵魂招去，形容具有很强的吸引力，形容美好的事物让自己失去了自我，以至于像魂儿被取走了似的。用出把西巴呢，没些人没把人切玩的，因故你把点边这种个你边，容易不玩些，南西讲第一件事，却把大不西那个。西里塞马，语言文化小贴士：黄果树大瀑布是亚洲最大的瀑布，
位于中国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。它是贵州最著名的景点，也是外地游客到贵州必游的景点。透陇系南固，则路左一溪悬岛，万链习飞空。溪上时如莲叶下覆，中晚三门，水由叶上尽顶而下，如角霄万幅，横照门外。直下者不可倚杖数计，岛珠崩玉，飞沫繁涌，如烟雾腾空，势甚雄丽。所谓珠帘钩不卷，匹练挂摇风，俱不足以拟其状也。盖于所见瀑布高峻数倍者有之，而从无此格大者。但从其上侧身下看，不免神悚。公元1637年，徐霞客游历贵州，途经黄果树瀑布时，曾对黄果树瀑布做出了这样的描述。从那时起，黄果树瀑布就渐渐被人们认为是全国第一瀑布。呀，大家这样的用下景点啊。人宣马嘶，没抓单车的，摄人心魄。用住吧。刚进入黄果树风景区，便听到哗哗的声音从远处飘来，就像是微风拂过树梢，渐近渐响，最后像潮水般涌过来，盖过了人宣马嘶，天地间就只存下一片奔泻的水声了。黄果树把这呢，荣兄看前面在把拍的熊啊实现了。黄果树自种克的天马头，小小吃着呢，大不动于生长龙不，也给这你就话当着话了，用你年色家用了。老这说话这些，没抓单车着松心的你，给起嘛啦，南西他们那隆隆把别吃着哩，这样没把戏。老朱错，切最得人家弄顿从嘛些体，打俺最记起来啊。老朱错，我个家一弄，没抓单车是别他你的讲热。B. 人宣马嘶。呀，要么这题啊，连着送。验证的接触不错，但我这样的别人个好听的，弄得做的用下景点啊。黄果树瀑布真是一部大自然的杰作。刚进入黄果树风景区，便听到哗哗的声音从远处飘来，就像是微风拂过树梢，渐近渐响，最后像潮水般涌过来，盖过了人宣马嘶，天地间就只存下一片奔泻的水声了。透过树的缝隙，便看到一道瀑布悬挂在岩壁上，上面折为三叠，好像一匹宽幅白绢正从织布机上吐泻而下。那哗哗的水声变成了千万架织布机的大合奏，响遏行云。我们去时正遇上枯水季节，瀑布的水势并不宏大，远不如徐霞客在游记中所描写的那般摄人心魄。老主座，别人个老天的年长就赢，我做连菜居民农家用，但从嘛菜人连么？主不节我个青年安中先别些年，我去连菜农修呢。这些家能不是特别高级？